3冬的疫情对囡仔的教育影响非常的大，伫英国、美国拢受到讨论。为美国留学回来的台南市安南区市议员候选人陈思维非常关心囡仔的教育，所以邀请老师将对即卖教学环境以及网络的管定教学做讨论。思维就读美国 Carson Newman University 哦，它是百大的名校之一。然后它现在也是目前台湾美国的有17间学校它是其中一个实验室的教育方式的学校之一哦。那思维希望大家给思维一个机会。我很重视教育，我特别重视的是孩子的教育权哦。那思维希望大家给思维一个机会，11月26号唯一支持第6号，给思维一个为我们安南区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未来。退休校长表示，爱让囡仔有机会自我学习，即马快速得到的知识，让囡仔失去探索的机会。英语老师表示，囡仔的学习除了有学校老师会当斗相共。家长的陪伴也真重要，爱愿意甲囡仔斗阵学习，找出真正对囡仔好的教育方式。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在于小朋友他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小朋友需要透过很多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来达到学习的目的。那因为我跟诗薇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那在美国的教育里面呢，他们当然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透过多样的方式去做学习。那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我们把教育都当成是一个 mission， 是一个任务在进行。其实不管是老师啦，然后家长还有学校，我觉得这3方面都必须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沟通。那这么多年来，我们跟家长做这些沟通，不厌其烦的在推广教育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要推广的就是，我们3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很良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小孩子。所以在安南区，我们很荣幸可以有诗薇这样子的从教育背景的出发，然后来帮助大家。我们也希望说，他有我们这些团队可以在旁边监督他，然后提醒他，让他为教育这件事情尽到最大的努力，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好。也许我退休的时间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但是呢，我发现呢，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变革。那么这一些变革的话呢，我相信对学生的成长绝对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刚刚我们也一直强调学校不单是教育不单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家长也是社会共同的责任。那么这个3个环节的连结的话呢，非常的重要。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要特别呢向我们安南区的选民呢特别的推荐因为我们呢诗薇可以说是呢我们安南区候选人当中唯一的教育专才。思维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其实一贯式的教育跟体验式的教育，还有目前所谓的18岁公投的教育，其实很多人都还是不清楚自己的权益哦。那思维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要跟大家阐述说，你有自己的自主权，你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可以为台湾的未来做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哦。那思维希望大家一定要为11月26号的所谓的公民权还有所谓的你自己的18岁公民权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负责任。不管即摆的教育是安怎，重要的是爱让囡仔有更较好的教育资源，让囡仔多元发展。陈思维强调，伊会努力推动教育政策的改善，让囡仔有更较好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